伫花莲受风向，有民众伫咧山区内面安电网啊，讲是要保护菜园啊。数一个民众初一暗时去附近拍蜡，无细力去夹到这电网啊，所安尼来电死。地主含伫安这个电网啊的人呢，拢互依照过失致死，还个违反野保法等罪嫌上办。 家属和救护人员是轮流对倒伫涂骹的查甫人做 CPR， 但是共款救袂转来。65岁细个的查甫人，初一暗时出门去拍蜡，过灯工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呼吸心跳。研判伊是无小心去摸到设伫草地顶悬疏失的电网。虽然地主讲这电网是为了保护菜园啊才做的，但对这家属是质疑讲，伫现场根本就无看到什么农作物。土地的四周围都没有种植任何的水果，包括。 他们放电网的这一块土地也没有种植任何东西。据我所知，好像是1万伏特啊，所以我们一般人或是说租建的话，一碰到一定是马上倒下来。为了防止农作物互野生动物破坏，农民会当设电幕器围网，而且会当得到政府补助3%的费用。但是你要得先经过专业评估，做正确的设置，搁要加装电幕线和电幕器，才会当真正确保安全。我们这个是。 高电压、低电流的方式，其实只是碰触到你会一个痛感，完全不会电到人的一个这样子的防范措施。所以野生动物靠近它就会跑掉的，并不会造成野生动物的伤亡。林业保育署强调讲，用电网去拍蜡，也是杀野生动物，都是违法的行为。花莲县农业处嘛呼吁讲，千万莫疏失电网。 造成了人员的伤害的话，那基本上检察官都会以过失致死或业务致死来提起公诉。林业保育署讲，将合格的电围网会当降低农民的损失，首先会当提升3成。安全的电网是隔固定时间会放电，无亲像疏失的电网是关电压和关电流。当地议员嘛真烦恼，讲3年外来已经发生真侪摆，以假要保护农作物，所疏失电网去掠野生动物的行为。林业署讲会和地方政府来讨论，看要安怎来防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